開始之前，請幫手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。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跟進下美國4場地方選舉嘅戰果。11月4日，美國又包括2場州長選舉嘅4個政圈大事，特朗普個黨輸咗，黨內黨外都批評多多。睇到後面，我哋會分析對中美關係嘅影響。結果反映美國人對特朗普上任不足1年施政嘅怨氣，並以選票作懲處。佢會影響特朗普施政會否繼續無法無天，繼續任性嘅話，明年中期選舉可能又係咁先。呢4場選舉分別係新澤西州長、維珍尼亞州長及紐約市長，同埋加州民主黨籍州長紐爾森提出嘅選區重劃提案。結果特朗普個黨成績據講係最少6年內最差嘅一次。特朗普今次笑唔出嚟啦。4場選舉嘅焦點係2個州長選舉，共和黨一直都攞唔到。選後共和黨內部唔少聲音都質疑白宮政策類似，特朗普最多3年後走人，共和黨從政者就要繼續喺地區工作。黨內意見同之前特朗普係選舉火車頭時唔同晒，對特朗普施政嘅立場亦開始動搖。共和黨輸得咁徹底，係因為好多美國人依家生活得好痛苦。聯邦政府停擺40日，打破歷來紀錄。即使兩黨傾暫停方案，幾百萬人都好耐冇食物補助等。公務員冇人工，有啲被逼放假。捱唔住嘅已經開始出售自己嘅手機或二手車幫補開支，借錢續更多。問題仲擴大到航空業，運輸部話基於飛行安全問題，要減少10%嘅飛行航班。全美40個機場都要削減，如果問題持續，更可能要削20%航班。年底係傳統飛行旺季，美國人真係混亂兼無奈。正所謂政界惡鬥，小民受罪。各機場開始削減航班後，旅客出門唔係航班被取消，就係要整合航班時間大改動。運輸部公布，聯邦政府停擺嘅第40日，單日共取消2700班航班，航班延誤更超過1萬航次。美國商界及學界對今次漫長停擺嘅後遺症好擔憂。唔少學者擔心今次停擺影響好多公務員同合約工嘅權益，對民生及未來經濟發展都有打擊，會令美國今年經濟產值低於預期。又批評政黨用呢種方法處理預算分歧。高關稅下買嘢貴，政府又停咁多服務，用選票教訓始作俑者有乜咁出奇？不過特朗普卸責話選舉輸咗責不在佢，嗰啲地區本來就係民主黨地盤。美國政壇亂糟糟，咁地方選舉後對中美關係有乜影響呢？一切焦點係明年嘅美國中期選舉。選後特朗普在黨內甚至國內嘅支持度減弱咗。如果美國兩黨持續尖銳對立，特朗普就需要政績來轉移焦點。中美早前磋商嘅關稅、稀土及農產品方案，出現特朗普式變卦嘅機會應該會少啲。加上今次地方選舉大敗，特朗普都要轉移工作重心到美國內部事務。明年4月7日就要舉行中期選舉，參眾兩院都有大量議席要重新選人。以共和黨目前情況，失去國會控制權變跛腳鴨機會好高。特朗普唔驚就假。